最近這台幫的下鳥鼠藥是引起真大的討論，結果即馬在南部哪槍嘛開始啊！台南是有民眾發現講，在北區的豐興公園看狗仔咧散步的時，看到大量的鳥鼠藥啊！這在地里長是表示講，這個鳥鼠藥啊呢，唔是因來下，即馬環保局已經派人去清理，強調若准有查到非法，按會照廢棄物清理法來甲開發。有看到嗎？清潔隊人員行過來行過去，手提椅啊，往草坡仔內底順順看過來，就隨夾出一塊藍色長四角形的鳥鼠藥啊，規個公園內底順刷，竟然夾着8塊。那安尼，昨昏有民眾帶狗仔來食，就已經扣10幾塊回去啊，就驚狗仔貓仔無細膩食落去。地署隊員趕緊來巡，這藥啊，哪像是民眾家己偷藥，這款行為嘛，互有飼寵物的民眾心驚驚。因為他也有養狗哦，那他就告訴我們，都在那裡遛狗的人，就是有這個現象。有這個情況，所以昨天你們也有聽到很多民眾在說這樣。對啊，盡量不要讓他們撿地上的東西吃。是會怕老鼠哦。他們講對面恁家講最近有這些鳥鼠藥啊呢，恁家對面家沒有呢。沒有，他們好像是扣過那地去啊。是嗎？係啊。但是我們這邊都沒有看到。都沒有看到老鼠。我們沒有丟啊。那最近台北鳥鼠事件兩個議題引起真大的討論。這陣台南某公園內底出現真濟鳥鼠藥啊，對此相關單位回饋並不是因下，這款藥啊並不是管制藥啊，在地里長懷疑應該是附近做這一店家，煩惱環境有鳥鼠，才家己買來放在公共空間。今天是禮拜一，剛好菜市場沒人，不然的話你現在來的話，連機車要停的地方都沒有，攤販都會跑到公園上面來嘛，這邊賣啊，吃東西什麼都有。針對呢鼠患的防治呢，市長黃偉哲已經要求市府團隊要成立行動小組，減少老鼠的食物來源，降低髒亂，呼籲民眾呢可以配合政府的相關的政策。公園本來是市民休困驚大的場所，卻因為有人黑白亂倒藥啊，嘛互公園內無辜的動物面對威脅。環保局指出，若佇公共場所黑白藥來路不明的物件，會當以亂彈糞掃，也是污染環境，通以廢棄物清理法開發。若有貓仔狗仔因為安尼死亡，動物處嘛以個案來認定開發。市府呼籲放鳥鼠藥啊，應該遵守相關規範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